緒嚟啦，開心。你傾下偈。嗱咁啱啱開演唱會啦，好開心啦。咁亦都完成呢件咁大嘅事之後咧，好好奇你第一件做嘅事係咩咧？一完成演唱會嗰一下，你應該有好多，你有好多 to do list 嘛？你第一樣做嘅事哦，即係自己想去做嘅嘢。係啦，一完演唱會嗰一下，去食燒肉。即刻食燒肉，好想食燒肉，食咗嚟嘅，食咗嘅。食咗嘅 OK。係。咁之後咧，即係你嗰個令自己回血。哦，即刻去旅行可以。哦，即刻。因為我係本身嘅，大家都知我去咗曼谷旅行，但係其實我係冇 plan 嘅，我直情係完咗之後嗰幾日即刻買機票，即刻去。我即買即去。係即買即去嘅。即係我住宿嗰啲全部都係，咁係咪去到先 book 啦？定係唔係都要做少少 book，早一兩年。都唔係即晚嘅，即刻有嘅，咁人哋都要安排船嗰啲嘅。咁所以係我係偏向有時候可能好需要嘅時候，我就會即刻去咯。即興到嘅話，即興到爆咗。係啊。OK，咁但係呢個即興算唔算係都係你平時日常嗰個嘅感覺？即係我突然間好想去一個地方，就即刻就會啊，因為有時候太攰嘅時候，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去個旅行去補充一下能量啦。咁所以就有時候可能會選擇可能自己去好唔好咧。咁以前都可以話問下身邊啲朋友話你哋得唔得閒啊？咁今次又真係太突然，同埋去嘅地方又好尷尬，咁所以可以自己一個人去。點解尷尬？意外啲點解尷尬？因為係蜜月聖地。蜜月聖地啊嘛，大佬，我同一個普通朋友去哇！你同兩個普通朋友去，仲乖。揾到兩個普通朋友我所以係有嗰啲尷尬嘅。係啊，但係你有女朋友啊嘛。OK，唔緊要，要補滿能量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同你去，你女朋友會唔會嬲你先？唔會，但係我會嬲自己。補滿能量嘅方式有好多種，嗱，去旅行係其中一種，仲有另一種咧係可以幫到 Jeremy 同埋阿 Lo 都補滿能量嘅，就係一齊咧行一條大家都有